为期7天的第12摆全国童军大路营，伫台南走马路农场热烈开幕。来自日本、韩国、香港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等18个国家，以及台湾各地8000多名童军同齐交流。总统赖清德更特别亲到童军最好，亲自出席勉励。希望大家能够展现自信、积极、快乐的精神，善尽我们的能力，也能够学习别人所长，大家共同合作，学习团队的精神。同时呢，我也希望大家利用这一次难得的机会，能够深入自然，也能够了解台湾。这摆大路营延续童军运动户外教育知识，除了有丰富的活动补助，嘛配合台南市府安排各类城市探索路线，让参与的过来活伙伴感受到台南400记忆。全国大露营已经6年没有办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过去每4年办一次，所以呢，在疫后的现在，很高兴看到充满活力的各位童子军以及童军以及幼童军。大露营以同心协力、拥抱国际、迈向永续为主题，所以我们各分营区同心协力，我们营建了10个活动的模组课程，让各位去体验。这是108课纲里面探索教育、体验教育最好的实践。希望参与的童军会当在各项挑战当中自我成长。总统赖清德更颁证任务奖章，予发挥热心的童军伙伴，肯定因展现童军的精神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